监军为了你能取胜，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，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。哈哈哈！监军过于担心了。哈哈哈哈！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你有优势，再了解对方，那可就万无一失了。哈哈哈哈！宗宝，宗宝，宗宝，小姐，桂英，桂英，小姐，快起来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伤着没有啊？啊，没事儿。哦。好功夫！没什么。哎，彩媛，你给我熬个七仙汤吧。好。轻点。什么汤？七仙汤呀，是我们家祖传的。哎呀，往下点。哦。去血化瘀啊，可神了。哎呀，哎，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。哎呀，你一个女子受伤了，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。啊，哈哈。哎，就这儿。娘，桂英战不过田壮士，您得教她些绝招啊。是啊，桂英没有绝招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这绝招啊，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，实力相差悬殊，你就是教了他，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。娘，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。是啊。听王监军说，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，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，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。告诉田壮士，不要和他纠缠，一拳一拳的打，一脚一脚的踢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出重拳，置他于死地。还有，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，告诉田壮士，要步步为营，逼他没有退路，抓住他，掐死。对，抓住他，掐死。八妹，娘说的对，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，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，又是奸佞，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。
过去啊，我不高看桂英，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，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。他要到了疆场，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。是啊，而且有桂英和宗保一起出征，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呐。可是，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，论力气，论拳脚，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！桂英胜了七娘八妹，原以为是天助我也，可是，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。都怪你反应迟缓，为何同意他们比武？不同意，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？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，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，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？六哥，郡主，坐吧。六哥，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。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啊？哥，你想到结果没有？轻则受伤，重则丢了性命啊！就是啊，既然已经知道结果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！取消比武，并非出尔反尔，您大可以说，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，拳脚少有用武之地，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本帅总得有点权威。朝令夕改说了不算，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？哎呀，父王，您倒是想个办法呀！哎呀，父王也着急呀。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，并没有什么不对。如果抓起来追究，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，揭逆也会趁机造谣生事，给出兵带来不测。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她比武惨死喽？父王知道，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，随杨元帅出征，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。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，父王真无力可施啊！行，那我去想办法。哎，菲儿，彩云，彩云，熬个汤不知道又掖哪儿去了。哎呀，没事了。行啊。我知道你很聪明，可是面对田壮士，你无计可施。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，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，好吗？你给我打住啊！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，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，听见没有？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，你和他交手，非死即伤。来，小王爷。怎么样？他还真想比啊他。是啊。曹远，我告诉你，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，那个武状元有多惨，你知道吗？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。啊，真的？桂英要比，肯定是有去无回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好了，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。好，我这就告诉小姐。放心吧，小姐，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。胡说八道！你去告诉他，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，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。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，你不除他，你必死。小王爷，我今天告诉您，本姑娘就是死，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。卑鄙！你，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，狼狈为奸。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，我将他除掉，为民除害，谈何卑鄙了？行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。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，
咱俩就不是朋友了。哎，小姐，娘，唉，此事如何是好啊？娘，您给我们出个主意，我们实在是没辙了。你知道，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，穆桂英武功过人，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，助一臂之力，可是没想到奸宁又使奸计，削弱我杨家势力。撇开玉辽不谈，咱们光说您孙子，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。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您孙子成什么样子，就不用我说了吧？怎么办？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！哎，娘，宗宝，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，那杀戮的场面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桂英要跟他比武，那后果是什么？你还想不到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。走。站住！宗宝，你给我坐下。宗宝，宗宝。焦王爷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的事儿您甭管。不管你死定了。我死定了，您也甭管。你们要执意去的话，我穆桂英即刻就死，信不信？小王爷，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，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。天色已晚，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。老太君、元帅八贤王到。娘，慢点，慢点。贤王爷，王爷，八王爷，八王爷，八王爷啊，请，请。哎呀，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，本王越想越不安呐，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。我们也正在商量呢。哎呀，这事儿很难处理呀。抓田壮士没有理由，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；不抓，任他和桂英交手，桂英凶多吉少啊。如果派人刺杀，哎，好啊，对呀。唉，又不是君子所为呀。奶奶，您赶快想想办法。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，非死即伤。宗宝，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？王爷，哎，到这个时候了，用不着讲究礼节。娘，六弟，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，我一直琢磨对策，思来想去，只有让桂英脱病，没有他法呀。脱病？哎，好主意！我们就说桂英病了，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，这样三拖两拖，等到出征的时候，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？哎，这个主意好。哎，桂英的脾气太倔了，她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……就是啊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？哎呀，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。奶奶，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。逃脱，她不是逃跑，她是迂回呀。奸佞对我使奸计，让他们阴谋得逞，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。况且，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你说出现不测的话，必定心急如焚啊。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，预疗大任还怎能担当啊？
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。啊，没事儿吧？让姑奶奶装病？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出兵抗辽。哎，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？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，别说我没病，我就是有病，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。我知道你不会同意，可是人得聪明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？你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，如果要硬来，你只能是自寻恶果。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。我爹教过我，宁被人打死，绝不被人吓死。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，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。哎，宗宝，宗宝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桂英说了，哎，你说什么？别说没病，就算是有病，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。哎呀，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？我告诉你，宗宝，你是丈夫，我跟你说，不能惯他臭毛病。哎，你镇不住他，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？哎，就是我跟你说，这件事他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绝对不能让他出战，对吧？对，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，哎，怎么在你媳妇儿面前就像个孙子？哎，少说两句。哎呦，宗宝，你得管住他，要不就出大事了。你好好想一想吧，我的傻儿子。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。是，我看也是。他能管得了穆桂英？在穆桂英面前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管不住也得管，实在不行我去。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。嘿，拉倒吧你！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，现在想管他，他能买你的账？行了行了，都想想办法吧，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？宗宝，过来，来，哎，孙儿啊，你呀跟他好，小姐，哎呀，别烦了。小姐，那个装逼也挺好的，装就装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你们这都怎么了？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，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，这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。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！他再厉害，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？小姐，你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？我打个比方，这比武是什么呀？这比武是点到为止，分出胜负就完了，这还真把人打死呀！哎，行了，你别哭了啊，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求你了，别哭了！再哭，给我出去哭去！小王爷，你想想办法吧！我求你了，小王爷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起来！我能不帮他吗？你看他那样。要是我们小姐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到时候，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。你说这些干嘛？这不想着办法呢吗？那你有什么办法呀？过河，搭桥，翻山开路，没有过不去的河，也没有翻不过的山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。桂英啊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，你别欺负彩云呢。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？比就是了，干嘛耍疯啊？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，如果不让你去，
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。他们一听就吓坏了，说比就比吧，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。真的？嗯。说桂英有病，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。你心平气和地解释，他们言语过激，你万万不可发火。娘说的对，儿就这么办。大席三协，田壮士和奸佞勾结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需派人盯住他们，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，顺藤摸瓜呀。儿媳明白。郡主，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，请王爷禀报圣上，以防奸佞造谣生非。是，放心吧。哎呀，桂英，折腾一天了，喝口水吧。哎呀，我不喝。喝一口吧。我不喝，你先放那儿吧啊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，养精蓄锐呢，好打胜仗。哎呀，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。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，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，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。这怎么了？小王爷，就算是说错了话，那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就像个母老虎。啊？我有那么失态吗？没有，一点都不失态，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。没有。说句实话，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。你想啊，跟一个母老虎相面，是不是心有余悸？不是，你看，不是这2天这事儿闹的吗？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，我这火儿一下就拱上来了，没控制好。彩云对你忠心耿耿，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，还让人家滚出去。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？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。我跟彩云，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，我就，哎呀，我错了啊。还有，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，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，是你的丈夫吧？我刚才给你端水，你爱答不理的。哎呀，我三娘说的真没错，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，就是一个孙子。不是，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？我喝，谢谢夫君了。哎呀，宗保拿的水就是甜。睡觉吧。啊，哎，监军，田壮士练得如何呀？正按您的要求在练，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。监军，您还担心什么呢？穆桂英诡计多端，佘太君老谋深算，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呐。他们再诡计多端，也敌不过田壮士。再说，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，田壮士胜券在握呀。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？监军，您多虑了。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，不可能出尔反尔，岂不失信于民？别忘了，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，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。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。那监军的意思是，你再去找田壮士，告诉他，务必和穆桂英交手。如果穆桂英不出战，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，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。好，末将这就去办。等等，你告诉田壮士，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。待他战胜穆桂英，我给他封官授爵。好，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。
郡主、八妹，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，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。是。奶奶。桂英现在还睡着。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！你给她的迷魂药，她没嗅出来。我用的是激将法，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，一滴都没剩。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。有人谗言，定是用心叵测。田壮士突然出现，无疑是受人纵容，或者说狼狈为奸。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。你去告诉杨延昭，说朕同意他的做法。好，臣去告诉杨元帅，他就宽心了。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。王兄，你去看看，帮帮杨延昭。好，臣领旨。谁赢？当然是田壮士啊，他身大力不亏，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？那可不一定。穆桂英战胜过孟良、焦赞、大娘、三娘，我听说呀，还生擒过杨延昭呢。那是骑马用兵器，比拳脚，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。也是，就是。你们看看，杨家没人出来。杨家没人，没人出来，他们怕我。奶奶，元帅，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。你赶紧去宣布啊，不然的话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杨家人出来了，快看呐！是杨家人出来了。别跑了！诸位，本帅宣布，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，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，到现在仍卧床不起，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。怎么突然守台？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？就是，本来昨天就该出手，不到今天又耍这招。就是。抱歉呐，田壮士，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，再和你比武吧。就这样吗？不，你们别走，他们是骗人的。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，他们是怕我。壮士啊，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，请你谅解才是啊。哼，他们是骗人的，骗人的！这个人，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，是遮人耳目。什么胜了七娘八妹，都是演戏而已。你如果不是，为何不敢和我比武？我乃一粗人，说话不中听，可认死理儿。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，又不能保护大宋，
和老百姓吧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，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呐。他胜了八妹七娘，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！啊，杨元帅要带他出征，必定会为大宋江山、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！至于田壮士不服，老身尚可理解，这不要紧。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，一定和你交手。杨元帅，听着！如果穆桂英不比，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！站住！站住！穆桂英是我妻子，她今天身体不适，我跟你打！哼，您是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比武？我跟穆桂英比武，不得造次！回来！彩云，彩云，哎，小姐，彩云，几时了？你怎么还不叫我呀？时间还早呢，你再多睡会儿吧。快快快，给我拿衣服去！哎呦，哎，不行，小姐，你不能去啊，去了凶多吉少。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。哎，小姐，这。哎呀，苏御史，苏御史，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波府门前，把杨家人逼上绝路。好，我马上禀报王金军。告辞。哎，快看，八王爷来了！前王爷，请。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，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。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，不能应战，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。再说，现在大敌当前，该众心一致，共同御辽，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。八王爷，我是个莽汉，还算明事理。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，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武，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，绝无别的意思。对，不过是比武而已。对呀，选出有用的人更好。哎，比武！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姐，咱别去了哈。桂英，宗宝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比武开始了吗？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。你怎么这么混呢你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穆桂英就是死，我也要去。让开！哎呀，小姐！桂英，你别去，我求你了，桂英。桂英，你别去行吗？我求你了，桂英。桂英，让开！桂英，桂英。弄啥？
哎呀，今天飞哥传书来说，你姐要跟人打擂台，啊？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？身高8尺，黑铁大样。8尺，当年的武状元。田壮士，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？对。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，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？我看他是怯战，根本就没有病。田壮士，本帅已经说了，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，你这样不依不饶，究竟想怎么样啊？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，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。你。比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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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穆桂英来了！桂英，穆桂英来了！哎，怎么摔的？真的不是呀？肯定是真病了还是假病？桂英。穆桂英比武！桂英，你身体不好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对不住了。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，给我下了迷魂药，故来迟了，乡亲们请见谅。桂英不可！杨元帅，穆桂英就是被打死，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。桂英，都是我做的蠢事，咱不打了行吗？不打的话，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。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。你要是不让我打，我就死。下去。桂英，下去。桂英，好吧，穆桂英既然来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杨元帅，比武开始吧。且慢，乡民们，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，可是他所言不实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他的确是重病在身。既然他执意要应战，要和田壮士比武，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。六弟，比武开始！别慌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，听爹告诉你，你这么跟他玩啊，你逗弄他，把他玩累了，怎么办呢？嘿，嘿，攻他下3路，啪，啪，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，把他耍累，傻小子，啪，知道吗？他就输了。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笑？啊，显得我跟你一样傻。重笑。行了，笑2声得了。院子嫂子，念叨着点儿，让你姐赢，知道不？知道。下3路，下3路。下盘一定要攻下盘，听见了吗？下盘呐，啊！